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讀嘅經文係馬可福音第13章。嗱，呢一章聖經講到末世嘅情形。末世好似一座好大嘅山脈，山脈之中有好多個山，有近有遠，而山與山之間呢，就係山谷。山既然有近有遠呢，末世所包含嘅時候呢，亦都係有近有遠嘅。喺耶穌同埋使徒嘅時代，已經係末世嘅開始噶啦。嗱，呢一章開頭所講嘅聖殿呢，就係大希律所擴建、所建造嘅，係十分之宏偉嘅。但耶穌話有一日呢座聖殿會被拆毀，爛到一個地步，冇一塊石頭會留喺另一塊石頭上面。咁呢件事就喺主後70年呢就應驗啦。當時羅馬將軍提多要平息猶太人嘅反叛，攻陷耶路撒冷。有謠言話石頭與石頭之間有黃金，所以羅馬軍人就拆毀聖殿，每一塊石頭都拆開。所以主後70年算係末世噶啦。但呢個即係山脈之中最近嗰個山。呢一章所講到末世好多嘅現象，到我哋而家今日呢仲未發生嘅，仲要等不久嘅將來。所以呢嗰個就係山脈之中較遠嘅山啦。而家我哋正在喺山與山之間嘅山谷之中。呢章好長，但係有幾個重點我哋係要留意嘅。第一，從教會同埋福音嘅角度去睇。第二咧，要從猶太人嘅角度去睇。末世同福音係呢個遍傳咧，至到全世界咧，其實係同步嘅。換句說話，如果福音未傳遍呢個世界，末期係唔會到嘅。所以咧，我哋相信耶穌係再來之王嘅時候咧，就係話教會要趕快將福音傳到地極啦。咁福音傳遍世界，咁耶穌先至係會翻嚟，咁末期先至係到嘅。但末期到之前呢，係有一啲嘅徵兆，好似孕婦生產之前嘅陣痛一樣。末期係有大災難，而大災難呢啲嘅災難嘅起頭呢，亦都係災難嚟嘅。好似打仗同埋打仗嘅風聲，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，多處必有地震饑荒。又有人冒認係基督嚟迷惑人。大家有冇留意呢啲災難？其實呢個時代越嚟越多嘅呢，亦都有人冒認基督，好似統一教嘅文鮮明或者咧而家嗰個叫做全能神教會，即係東方閃電就話嗰個基督係女人嚟㗎。咁呢啲嘢陸續會發生，但係呢啲災難呢，未算係犀利。第14到23節講嗰啲先至係真正嘅災難。按第19節所講係空前絕後嘅。詳細情形咧，其實都記載喺啟示錄裏邊。第10到13節係講基督徒喺末世為咗傳福音係會受好多嘅苦難，包括咧係會被自己嘅親人咧係出賣嘅。由14到23節講嘅大災難咧，睇嚟基督徒係冇份，因為教會會被提。由於好多猶太人都唔信耶穌，所以冇被提，就喺地上受苦。所以第14節話啦，喺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。呢啲人呢係會係猶太人，就係猶太人。所以第20節話呢，只是為選民，呢個選民就係猶太人啦。好啊，第24到27節啦，講大災難結束嘅時候係最恐怖嘅時候，亦都係耶穌基督第二次翻嚟嘅時候。佢第一次嚟係卑微降生喺呢個嘅伯利恆，第二次佢嚟嘅係榮耀嘅，係駕雲降臨喺耶路撒冷嘅。雖然末期到嘅時候咧係有兆頭，但確實係邊一日幾點鐘發生係冇人知道嘅，只有父知道。呢個兆頭除咗係好似孕婦陣痛之外咧，亦都好似無花果樹發亂長葉嘅時候。無花果樹係代表以色列發亂長葉有兩重意思。第一就係以色列復國，呢個發生喺1948年，所以而家我哋呢個時代就係末世噶啦。第二就係以色列人歸信耶穌啦，呢個咧係陸續咁慢慢咁發生緊。耶穌呢番話有啲已經應驗，有啲仲未，但耶穌話咧，天地要廢去，我嘅話佢不能廢去。而我哋嘅責任咧就係謹慎警醒祈禱。
大家讀下第35到37節。好，我哋祈禱，主啊，你叫我哋警醒，但我哋咧有時係沉睡嘅，係不冷不熱，留戀世俗。求你蘇醒我哋，叫我哋準備迎見你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